嗨，小朋友，大家平安！又到了我们亲子礼拜的时间。上个礼拜，阿伦哥哥带着阿伦弟弟一起来参加我们的亲子礼拜。阿伦弟弟，我们欢迎你哦！在现场，如果还有是我们的新朋友，我们也很开心，欢迎你一起加入我们的亲子礼拜。在我们礼拜之前，我们先一起来做一个祷告。爱我们的天父爸爸，我们感谢你，感谢你带领我们又过了一个礼拜。在这礼拜中，我们虽然还是无法在外面自由的行走，但我们知道给我们自由的上帝，那我们会遵守约定，那我们知道怎么样保护自己，也保护了别人。现在我们要用诗歌来赞美你，用你的话语再一次的提醒我们自己，求天父爸爸，你让我们有专心，然后能够跟着老师一起来互动，领受你的话语，成为我们的帮助，成为我们的力量。小孩祷告，奉耶稣基督的名，阿们。咱做伙来读圣经罗马书第8章27节到28节。27节，因为咱得救是对仰望，若是已经看见的仰望，毋是仰望，因为所看见的，啥物人伫仰望伊。25节，独咱若仰望迄个所无看见的，咱就吞忍听候。26节，搁圣神也亲像安尼扶持咱的软井，因为咱毋知影着怎样祈祷，照所应该的，独圣神家己用袂讲出的吐气替咱求。27节，检察人的心意，也知圣神的意思，因为依照上帝的意思来替信徒求。28节，搁咱知万项事相加来，互听上帝的人得到利益，就是照伊定着的旨意来受着的。罗马书第8章27节到28节。27节，因为咱得救是对仰望，若是已经看见的仰望，毋是仰望，因为所看见的，啥物人伫仰望伊。25节，独咱若仰望迄个所无看见的，咱就吞忍听候。26节，搁圣神也亲像安尼扶持咱的软井，因为咱毋知影着怎样祈祷，照所应该的，独圣神家己用袂讲出的吐气替咱求。27节，检察人的心意，也知圣神的意思，因为依照上帝的意思来替信徒求。28节，搁咱知万项事相加来，互听上帝的人得到利益，就是照伊定着的旨意来受着的。各位小朋友、家长平安。我们今天呢的诗歌是跟经文的信息有关联的。那这首歌叫做《在耶稣里彼此相爱》。好，我们今天的经文呢，保罗在哥罗西书的第3章有写到，他提醒我们基督徒要和睦相处，居住在一起的家人，我们彼此之间如果有冲突的时候，我们要用爱、用包容来对待彼此，凡事要谦虚温柔，然后也要忍耐。那在耶稣里面彼此相爱，我们是一家人，少一点嫉妒，少论断，然后多一点饶恕，多一点关怀，那让我们的世界呢可以变得更美好。我们一起来唱这一首歌，在耶稣里彼此相爱。
大家平安，真欢喜今仔日会当三角台分享上帝的话语。咱来听保罗的劝勉，伫哥罗西书3章12节到17节。哥罗西书3章12到17节。人既然互上帝所敬，是善也得着听的，得用怜悯的心，甲仁慈、谦卑、温柔、吞忍来称。世事人中间有纠纷，就得三宽容、三赦免，亲像主捌赦免恁，恁也着安尼。伫遮个顶面，着穿仁爱。就是完全的结连，着互基督的和平伫恁心内做主，恁受到真做一体，也是为着即个，搁着感谢，着互基督的道理伫同样的智慧充满伫恁的心，用诗、用歌、用神的父，三架是三口劝，并稳定。伫心内的人来学到上帝，各凡所做的，或是讲，或是行，拢着对主耶稣的名来做伊，也对伊来感谢爸上帝。接下来，咱要用一个故事来解释今仔日的经节。伫一条最营野的路顶面，有一个鱼伫遐练。伊练啊练啊，感觉讲为什么我的迄个边我的角拢无去啊？伫练的时，伊拄着一条线，伊心内就想，这确是一个秘密的记号。毋过，这条线看到伊，就甲伊讲：“你哦，世间上无效啦！哈，为什么我世间上无效？因为哦，你连颔棍拢无啦！”哇！伊听了就伤心。就伫这个时阵，伫远的山迄边有一个细细的字，叫做 AND， 其实就是甲你甲我。伊就行过来，而且用足简单、足肯定的声讲：“是的，咱会使，咱会使做啥物呢？”哇！这个甲，就甲因两个人的手牵起来，手连做过了后。伊甲因讲：“恁两个人，一个鱼，一条线，就成做一个真水的气球。当恁愈来愈多，超过3个时阵，咱就会当举办一个 party， 大家做伙欢喜。啊，搁有一个三角形，伊坐伫个涂骹，啊，伫个遐。”伊坐伫个涂骹，因为角足济，所以发出足济咔咔咔咔咔咔的声。这个时阵，有一个长途形听了这个声，感觉非常的搅扰，非常的惨。伊就甲这个三角形讲：“世界无亲像你遮尔啊戆的形状。”哇！这个三角形听到了后，心内足伤心的，伊就开始去撩伊的角。伊头顶的角哪了个那大声？就伫这个时，远的山迄边有一个细细的字，就是 AND， 也就是你甲我的角。伊用足简单、佮足肯定的声讲：“是的，咱会使，咱会使做啥呢？咱会使安怎呢？”这个角就将长途形甲三角形的手牵起来，连做伙。伊讲，伫这个所在，无任何的人是无路用的。当恁两个人做伙的时阵，你就变成做一个空调棒，一边圆，一边低。当做这空调棒组合做伙的时阵，就会当变成一个互人佚佗的公园。哇！哦，搁有一届，有一个正四角形。伊是足勇的正四角啊！也毋过吼，当伊行的时阵，伊就开始弄物件，伊遐弄，发出声。这个时阵，有一个三角形
伊就行过来，伊行过来了后讲，世间上无胆就是你啦！哇，这个正死狗听到伊所讲的，那亲像一个刀插进心头，足受伤的，伊足失志的，伊想要做的，就是想要挖头来离开。这个时阵，伫山的迄边有一个细细的字 ，AND， 也就是甲。伊用足简单佮肯定的声讲，是的，咱会使，咱会使做啥呢？伊将伊两个人的手牵起来，来做伙。伊甲因讲，你两个人做伙会讲起造一间厝，而且有最间厝会当连接做有趣味头尾的社区呢。哇，实在真好！阁有一摆。有一个鸭卵形坐伫花丛中间，有一条线，穿啊整整齐齐，装塔水当当。伫咧努力咧行的时阵，看到这个卵形坐伫遐，就甲伊讲：吼，你这个头看起来真正是面头的。哎呦喂啊！这个卵形想讲，伊若安尼讲，伊也外口看起来，伊的面上的表情是愈来愈生气。伊若安尼讲，伊哪会当讲我面头？也毋过，伊的心内其实是足伤心的。伊实在足艰苦的时，伫河南的山迄边有一个细细的字出现，就是“甲”。伊用真简单佮肯定的声讲：“是的，咱会使，咱会使做啥呢？”甲就甲因两个人的手牵起来了后，讲：“你看，我写啥？”恁两个人做伙会当变成做一个音符，一个、两个、三个、四个、五个、六个、七个，做音符做伙的时阵，会当变成做一条足好听的诗歌呢。哦，阁有一摆有一个八边的熊，坐伫毯仔的顶面，伊伫遐要洗伊的帽仔。这个时阵有一个鱼桶仔，就对河南的所在认过来，看到伊伫遐洗的时阵来。讲，唉，紧去歇困啊！你安那练习吼，拢无可能亲像我遮尔啊老细啊！这个八边的形状听了后，感觉足失志的，足艰苦的呢。这话吼，互伊安那感觉真困扰。伫远远的迄边的山，甲佫出现啊！迄个细细的字，用真简单佮肯定的声讲：是的。咱会使，咱会使做啥呢？伊甲因两个人的手牵起来，就变成做一张桌。当无共款的人坐伫这个桌的边仔的时阵，会当做伙欢喜食饭。哇！一个新的团体就起造起来啊！所以啊，为着要创造一个水果和谐的世界，每一个形状拢袂当欠缺。是每一个无共款的形状，互咱成做完全的一体。我甲你虽然拢无共，也毋过当咱做伙的时阵，咱会当变啊更较勇。当咱因为彼此的无共，相咧冤家啊，也是感觉足讨厌对方，甚至伤害对方的时阵，咱会记得，咱会去敲找迄个朋友 AND， 就是迄个甲，伊会用真简单，佮用肯定的声讲，是的。咱会使，哇！这个角其实嘛伫你我的中间，伊会当甲咱的手牵起来，而且甲咱教讲要安那互相相信对方，安尼你甲我就会当变成做咱。足奇妙的哦！当咱成做咱的时阵，咱就会变成做一家伙仔。透过迄个故事。内底有足侪无共款的形状，这个形状哦，有诶掠家己上厉害，就甲别个形状看轻，甚至讲别人咧歹话，讲足歹听的话去伤害对方。总是有一个细细的字，就是甲，将因的手牵起来，佮连做伙，互迄个受伤的会当放下伊家己的伤心，甲破碎的心，互迄个甲人伤害的。知影伊家己毋对，就爱谦卑落来，
接受宽免，是因为迄个角，互因会当互相结连，手牵起来，心嘛牵起来，会当成做新的米，搁较水，搁较有创意，而且每一种的形状拢袂使无去。大家有缘我是我，你是你，会当保持家己的形，总是做伙变成做咱，因为有迄个角，迄个角，迄个 end， 就是今仔日用经文中间的耶稣基督，互咱会当结连伫伊，做伙来换生。那照哥罗西第3章的经文，其实规段经文内底有3摆咧讲称这项代志。伫第10节的时阵，爱将新的人称起来。这个新的人，就是互耶稣基督改变，有耶稣基督的态度甲行道的一个新的家己。这个新的人称起来了后，伊会当日日换生，而且彻底来明白上帝。12节阁有一个称，讲将灵敏的心、仁慈、谦卑、温柔以及吞忍当作衫来穿。到14节的时阵，伊就讲，伫遮的顶面，着穿仁爱。真趣味，为什么要用穿衫来讲呢？因为穿衫是一种身份的表明。当咱将基督新的人，甲迄5种的特质甲仁爱穿起来的时阵，就表明咱是属于耶稣基督。倒边来讲，衫会当穿，就会当脱，咱家己爱决定穿什么，穿偌久。总是伫穿以外，搁较要紧的是要安怎互家己的心会当甲所行合伫所穿的衫。伫这本册内底，咱会当看到，毋那是你爱穿，毋那是我爱穿，是咱拢爱穿。也就是所有的人拢爱穿，才有可能成做一体。互基督的和平伫咱的身躯顶，互基督的信息伫咱的心内会当徛起，久久个长长。哥罗西书3章16节，得互基督的话丰丰富富点伫恁内面。哥罗西书3章16节，要让基督的信息丰丰富富的常住在你们心里。咱做伙来祈祷，听从阮的主上帝，阮实在感谢你，通过耶稣基督这个角，将咱所有的人连结做伙。阮这时阵会亲像这内底无共款的形状，有起纷争的时，有互相伤害的时。这时阵，求你帮助阮，会当去超出耶稣基督，迄个互阮会当好好的角，嘛帮助阮，互耶稣基督会听伫阮的中间，阮会当穿新人，会当将仁爱穿起来，互阮伫主耶稣的听内底，逐工拢会当换生。安尼祈祷，靠主耶稣的名，阿门。
你带阮离别去，就求阮脱离你的配语。因为讲愿意，因讲拢是你所有，代代无尽。阿门。因为疫情的关系，所以我们没有办法到教会来进行实体的礼拜。那记得我们每个礼拜天早上9点，都希望小朋友可以准时参与我们主日学的线上礼拜。另外，我们还有台语礼拜及华语的礼拜，分别呢是在早上的9点跟10点45分。在礼拜3，还有我们的线上巴克礼学堂，都欢迎大家可以一起参加。这个礼拜读经的范围，歌罗西书3章12节到17节，歌罗西书3章12节到17节。每个礼拜天早上9点半会进行国小的低、中、高年级视讯的分享活动，欢迎小朋友可以准时的参与。疫情的期间没办法来到教会做礼拜，但我们会继续透过网络的方式，一起在线上敬拜上帝。邀请家长可以在我们东门喜洋洋的赖群组，为小朋友留下参与礼拜的记录哦。各位亲爱的小朋友，感谢上帝的恩典，让我们每一个礼拜，我们能够通过线上的方式一起来学习。愿上帝也祝福在我们每个家庭当中，让我们虽然在暑假好像很多行程都受到限制，但是每一天我们仍然体会到上帝的恩典与我们同在。愿上帝祝福我们每个孩子，也祝福在我们的爸爸妈妈身上。我们一起来祷告。亲爱的上帝，我们谢谢你的爱，保守我们，让我们在各样的环境当中仍然感受到主你成为我们的保护者，也成为我们的力量。求你继续祝福我们，在疫情变化的过程当中，让我们每一天都能够得到平安，每一天我们都能够得到身心灵的健康，也让我们不断学习来跟随你。从你的话语当中，我们每一天都有新的启发，每一天都有新的成长。祝福我们，让我们整个家庭，不论从大到小，都从你那里领受丰盛的恩典。我们同心在你面前祷告，奉耶稣基督的名求，阿们。好，各位小朋友还有家长，大家好。这礼拜呢，我们会进行一个小游戏，会跟我们的经文哥罗西书里面有关哦。那哥罗西书第3章12节，这里呢，保罗对我们基督徒说，上帝要求我们基督徒要有一些品德，还有德性。第一个就是怜悯，第二个是慈爱，第3谦逊，第4温柔，第5忍耐。然后如果你继续看13节的话，他还有讲到第6个是宽容，第7个是饶恕。好，所以呢，我们今天的游戏呢，就是要把这7个单字当作题目，然后其中一个人是出题的人，另外一个人是猜题的人。那要怎么样猜呢？大家都有在不同的人的背上写字的经验吗？今天呢，出题的人要把他的其中一个题目，比如说慈爱，把慈爱的注音符号呢写在猜题的人的背上，然后猜题的人要去猜这个题目是什么。好，那总共这7题呢，我们会用2分钟的计时器，然后就是我们可以挑战看看，在2分钟之内我们可以答对几题。第1题，第一个字。了一安联。好，第2个字。猫一米怜悯。bingo。第2题。七一安谦。对，第2个字。西于恩训谦逊。bingo。第3。
恩人。好，第2个字。耐的耐。对。好，第4题。第4题，第1个字。凹饶。对，第2个字。事无所饶恕。对，好，下一题。第1个字。好惨。再一次好。再一次。科不安欢。好，第2个字。日无容宽容。好，对了，时间到。好，那么刚刚挑战的结果呢，是在2分钟里面7题里面答对了5题。那小朋友，你能够挑战拿到更高的分数吗？那刚刚呢，有2个题目没有答到的，一个是温柔，还有一个呢是慈爱。那希望透过今天的这个活动呢，小朋友可以更认识这一段经文哦。那我们就下一周再见喽。